总经费超过880亿的高雄国际机场新航厦头一期当平的立体停车场早起动工，规划超过2300个汽机车的停车位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嘛表示讲，望机场航厦增建计划会当互愈侪游客甲物流来到南部。高雄国际机场新航厦第一期的东平立体停车场总经费19亿元，地面5层楼，地下1层楼。等待明年7月份完工了后，就会当提供2000多几个汽机车停车格。大家看到的虽然是一个停车场，但其实不是一个停车场。我们希望在2032年之前完成我们第一期的航厦，我们让现在的运量能够提升到800万以上。新的停车场会当改善高雄机场的停车问题，不过针对最近高雄机场开放规排班计程车、空车进入机场的消息，民航局表示，目前敢若开放空车入来，载客部分也是需要做研究。高雄的立委是表示，因为高雄机场逐礼拜航班运量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状况，有民众反映排班计程车无够用，立委也希望民航局会当有条件来开放其他计程车加入载客。我们检讨以后，我们觉得高雄机场也应该参照其他机场一样，就把这个空计程车禁止进入的这个牌面拿掉，那这代表说空计程车可以通过。好，那至于载客的部分，就依现行规定办理。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啊，法照正的法就是袂使，无啥物变通袂使。啊，所以你讲实在，就讲要安怎讲啊？为着要互人客，我都坐着客人车，总是想一寡变通的方法嘛。啊，所以我讲的就是有为主甲为辅。高雄国际机场表示，目前排班计程车有300台，逐天有来机场排班的量，11点进前的离峰时段大约有60台，尖峰时段平均有100到150台之间。立委强调，在无损害排班计程车的权益之下，要安怎来给旅客有更加利便的交通接送服务？交通局应该爱好好研究思考。记者柯家族赵永高雄场报道。